大家好，歡迎嚟到談談情說說事頻道。今日同大家講下獨立委員會同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唔同，同時間講一講我對呢件事嘅睇法。我睇到好多人都搞錯咗呢兩個委員會嘅分別。呢個舉動令人諗翻起2019年林鄭都提出過獨立檢討委員會呢件事，同樣係迴避民間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訴求。獨立調查委員呢個名有乜嘢特別之處呢？按照香港法例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賦予委員會擁有幾項重要嘅權力，包括委員會主席具有法官嘅權力，有權發出手令以搜查處所，發出逮捕令強迫傳召證人，有權要求任何團體或公共機構出示文件同證據，若冇合理辯解，會被視為藐視罪。換言之，獨立調查委員會擁有一定嘅司法權力，可以調查行政機關嘅文件，調查行政官員係咪有責任同過失。值得注意嘅係，超哥只係聲稱委員會係由法官主持，而未提及呢個委員會係咪擁有司法權力。第二，今日星島引述消息人士講，呢次獨立委員會嘅性質將與調查2018年大埔九巴車禍嘅獨立檢討委員會相似。翻查資料，2018年嘅獨立檢討委員會係由法官倫明高擔任主席，同樣係以審視而非調查為主。嗰個委員會喺2019年提供報告，報告內容主要係關注事故成因、改善建議同埋政府對相關建議嘅回應，並冇追究官員嘅過失同責任問題。值得注意嘅係，民間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原因之一係相信呢個委員會嘅獨立性、中立性同公信力，可以不受限制咁調查行政官員。但係事實上，獨立調查委員會都有好多限制，例如超哥可以指示乜嘢人進入委員會，亦可以規定委員會嘅職權範圍。委員會亦唔係擁有無限制嘅搜證權，法例只提及其他人或者機構有責任提交文件，但喺合理辯解嘅情況下，仍然可以免責。呢啲證據亦唔會直接構成民事或刑事證據。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曾經提到，過去嘅經驗證明，安排乜嘢人進入獨立調查小組或委員會，亦有好多技巧，最後嘅結果都有可能對官方有利。其實只要回顧過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結果，就可以得悉委員會嘅追究能力其實已經不及以前。最近3次分別係2012年南丫海難事件、2015年食水含鉛事件、2018年沙中線工程。即使發布調查報告後，都冇任何官員需要問責或下台。上述講嘅調查報告內容都唔係完全公開，市民根本難以知悉整件事嘅真相。究竟點解唔公開？以我嘅推測，當中有一啲內容係有提及有政府官員要負上責任。當然，獨立調查委員會至少比獨立檢討委員會同獨立委員會擁有更多法定嘅權力，即使佢嘅問責力可能不同以前，但係畢竟政府要繞過呢啲權力，始終需要付出更多代價，亦都要向公眾給予更多交代。相比之下，有總比冇好。反過嚟講，獨立調查委員會始終會為政府帶嚟好多麻煩。而家嗰個所謂獨立委員會，人數未知，成員未知，超哥可能只係做個樣，揾一啲有利自己嘅人進入委員會，對自己唔會帶嚟麻煩之餘，又可以有啲回應民間訴求。而呢個獨立委員會可能只係緩兵之計，試探水溫，根本唔係一個做實事嘅組織。我對成立獨立委員會持觀望態度。而佢對災民嘅處置，亦有意無意咁打散佢哋，盡量令到居民不能大規模聚集，亦即係避免災民借機大規模示威。一戶一社工政策似係關心災民，實際上可能係另一種控制，要求災民唔可以講嘢、接受訪問、表達不滿。喺呢個大災難嘅時刻，有人仍然喺度發布假消息，最先係賴竹鵬同發泡膠，而家又賴棚網，明眼人一早就知出事嘅係乜啦。我想請有組織做下實事，唔好一味揾政治去遮蓋自己嘅不足。好啦，今集講到呢度，鍾意呢個頻道嘅，請評論、點讚同分享，多謝。